湾无伫喙脣皮顶，伫耳孔边。台湾人袂当无了解的台湾故事甲历史，请听阿正先的一一说来。阿正先的讲台湾。空中的朋友，大家平安顺遂啊！一个到了千金铺的单元啊，咱介绍新的进程呢，咱将顶一回咱所讲的呢来甲复一下哦。复职教民教识，也着正也着补，耕作着人路，餐园着照顾，也要食也要做，唔通怕远生草布，破桶着苦，破鼎着补，木瓢木刀，轻巧有补数。好啊，这咱顶一遍呢啊介绍到这，咱今仔日呢来说新的内容哦。伊是安尼讲的，勤做着勤收。伊意思什么意思呢？勤就是呢勤俭的勤啦吼，拍拼正做，勤就是爱拍拼，唔通分担啊。讲拍拼正做，因为你勤做啊，着勤收啊，所以才会有好的收成啊。所以讲守望相助是龙潮，什么意思呢？啊，咱先来解决这个龙潮哦。这个龙潮哦，就是用今仔话来讲，就是龙友啦。潮就是朋友的意思，就是伴的意思啦吼，伴啊。这叫潮，这潮安怎写呢？人字边啊，一个呢人寿的寿，就是呢祝寿的寿啊，惠寿的寿。潮龙潮就是龙友啊，大家一寡啊，这个小伴伴的这朋友，伊讲守望相助哦，这守望相助吼，比较较文啦吼。咱一般吼，那伫咱民间呢，咱来讲来斗骹手啦，啊斗三工啦，啊是讲啦，若要讲啊白，就是讲啊小伴伴啦。啊，小换工啦，哦，这个意思叫守望相助啦。讲厝边头尾做事拢有，收成的时呢，大家斗骹手，斗三工，小伴伴，小换工，哦，这个意思啦，吼。啊，过来咧，讲下来讲早期大丰收，什么叫早期？哦，雨季要到啊，吼，啊，所以头期的稻啊，吼，切啊，吼，就爱赶紧抢收啦，大丰收啊，赶收哦，因为惊会压着雨啊，哦，啊，就拢起了啊。人讲的讲叫做啊，卖肥的车倒担，讲起了啊，大丰收啊，收了哪？趁雨季来呢，通好那用虎个新的一期的这个报恩啊，啊，差不多这意思咯。讲早期大丰收，哦，过者吼，哇，这足难得的哦，这完全呢，在讲这个稻啊啦吼，啊切啊吼，诶，这个苗，可能可能朋友真正唔捌听过，伊安尼讲讲，圆粒布尖共清油。伊这内底呢，另外有几个名词呢？有圆粒，有布尖，有清油。这个工哦，伫千金铺内底这个工哦，就是安啦，就是含案啦、加案啦、各案啦。啊，譬如讲有圆粒，有布尖，各有清油，拢这个意思啊哈。啊，佮有啥物呢？啊，佮有乌尖、白壳、软尖骨，这咧讲啥呢？伊讲哦，圆粒、布尖共清油，乌尖、白壳、软尖骨。这几个意思是安尼，乌尖白壳呢比较呢较幼嫩啊，较骨溜啊，所以几个意思呢，伊要强调哪呢？哦，原来呢这切啊吼，这稻啊切啊呢有品种啦，圆粒、布尖、清油、乌尖呢，白壳呢，拢是咱一般民间所讲叫在来米啦，就尖仔米啦。啊，尖仔米吼，伫咱传统来讲呢，有什么特性呢？较冻寒啦，啊，较唔惊寒啦，啊，较无黏性。过来呢，啊，讲呢，芒花、青果、鹅卵竹，啊，这吼嘛是另外一种品种哦。用华语来讲，这个糯米的品种啊，糯米啦。啊，伫咱台语来讲叫做竹米啦。啊，所以芒花也好啦，青果也好啦，鹅卵竹也好啦，这属于什么呢？竹米啊，糯米。啊，伊吼较头拄海啊吼，有什么差别？头拄海较无黏性，啊，这较有黏性吼。好，啊，咱过来甲今日讲的呢，个念一下哦。勤做着勤收，守望相助是龙潮。早期大丰收，圆粒布尖共清油，乌尖白壳软尖骨，芒花青果鹅卵竹。好，还咱期待后次空中再会。以上阿正先来讲台湾，由当洪建教授主讲，当牛收录，多谢收听。